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正国寺的常住法师，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，给各位大家来介绍这庄严经。所谓经，一定是佛陀亲口所说的，依照他本身大智慧、大福报、有大神通，种种的非常殊胜的条件，已经彻底的了解这个宇宙的真理。他看出这里头的内幕，所以他讲出这几句话来告诉我们末法年代的一切众生。他说：“为彼群生大导师。”为彼就是为这些群生，一切十方法界的众生，他为了这个众生，我愿意担任他们的导师，来指导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跳脱苦海，能够好好的往生西方净土。我为了他们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归宿，有一个很好的依靠，不要再继续受苦受难的，那么我愿意来指导他们。以我现在所体会的世间的真相，我了解到的，我愿意来做指导他们的老师，度脱老死令安稳，令这些众生呢能够救度他们脱离开，不要再老，不要再死了。老来很折磨嘛，你看行动四肢都不方便啊，眼睛花花的，我们的记性退化了。所以一旦老，所有的病态就出现，死那更不要说了，要跟你的亲人分开，你的四大要分离，那种折磨，哎呀，像万箭穿心呢，实在是非常痛苦。我们要救度脱离开这些老跟死，令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平平安安的、稳稳当当的，不要惊恐，不要惊吓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继续再受苦，使他们得安稳。所以你看，佛陀这么慈悲，为我们来着想。他说：“轮回诸趣众生类啊，为什么会轮回？我们六道就是轮回。你在天道、阿修罗道，在人道，那恶道呢，更不要说了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这三恶道。”这个都是在轮回的一切众生，出去就是方向，就在这个六道的这些方向、这些地点，众生类这些所有的众生，属于这一种类型的对象。我怎么样让他们不要再继续轮回？你看天道的修在世的时候做一些善事，但是他的功德还没有具足，还没有圆满。所以在天道的所有众生，一旦福报享尽，还会堕落。阿修罗道呢，很会做善事，但内心那种嗔恨、比较心很强，嗔恨心很重。所以这个是在阿修罗道。人道呢，是善恶混杂呀，有的做善，有的做恶。我们经常这样，对不对？你自问你自己，哎呦，我做一点善啊，你感觉是你是个好人。但是我们有时候恶毒的念头一起来，哪一个人对不起你，哪一个人讲话刺激你，你马上就反弹，就想报复，甚至于把他骂得体无完肤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各位，我们人呢，就善恶混杂的人，畜生道你看都是愚痴，恶鬼道就是贪心太强烈。那地狱道就嗔恨心太强，做人完全不伦不类的，不知道做人的根本法则。所以你看，这些轮回在各个地点的这些众生，速生我刹受快乐，大家赶快，希望你们都往生在我的国土啊，受到完全没有痛苦，只有快乐的生活。佛陀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发愿到西方净土。这个是多么重要的内容！常运慈心把有情啊，常运慈心，时常分分秒秒的运作慈悲心，让众生都能离苦。拔就是要救度啊，拔他的痛苦，让他得到快乐，救度这些有情，就是一切众生。我要救度所有一切的众生，不但是我们娑婆众生，他方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他都要来救度他们。度
度尽阿鼻苦众生，能够救度全部的这些阿鼻，就是地狱的受苦众生，我要把它全部都挽救回来，全部都让他不要再继续轮回受苦。地狱的众生，佛都这么慈悲要救度，嗔恨心特别强的，一次颠颠倒倒的，心性非常不稳定，忽好忽坏，忽善忽恶，杂念丛生，那种妄想心很强烈的人，你看佛都说我知道，我知道他们因为受到这种善恶因果的果报，所以现在他现前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在世的时候胡作非为，逆天而行，现在受尽折磨，在这边轮回受苦，我不忍心。像这种在地狱的众生，我想尽办法，只有一点点的机会，一点点的希望，我都一定设法把他救度起来。你看佛连地狱的众生都不放弃，那你们现在在座各位，我们有没有机会啊？有，我们绝对有机会，我们信心十足。希望所有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你听到这个道理之后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亲口告诉我们的，介绍极乐世界这一尊阿弥陀佛是多么多么的慈悲，多么多么的伟大，他的愿力是多么的深广啊！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，很敬佩，太感恩他了。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话，我们众生没有好的将来啊！幸好今天有阿弥陀佛发了大愿，有释迦牟尼佛亲口来介绍，说哦，这一尊佛是多么的慈悲，连地狱的众生他都愿意来救度，还有轮回在六道的一切苦海众生，这些对象他一个都不放弃，绝对要救度你。我们今天听了以后就感动嘛，很感动，真的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如何？但是师父呢，我们坦白讲，我们都是一个造罪造业无量无边、苦恼不断的凡夫众生。我们今天能够碰到这种念佛的法门，就净土法门，唯独就是来靠佛、念佛，来靠佛的这种慈悲愿力，让我们能够跳脱这个生死苦海，不要再继续六道轮回。我们很感恩他，没有他，我们没有机会了。我们永远都没有机会，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此生此世此时此刻，我们能够碰到这个殊胜的大法，我们过去可能还有一点点善根嘛。如果没有那一种好的种子，可能今天我们再怎么样都碰不到。今天我们很幸运的，在这个重要的关键时刻，在轮回的过程当中，有这一种特殊的机遇啊，有机会能够碰上这样的大法，我们很高兴、很感恩的。这一篇给各位大家简单介绍，希望你们记住，永远要懂得感恩佛陀的恩德，感恩释迦牟尼佛，感恩阿弥陀佛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感恩他们啊！南无阿弥陀佛。